一套電影係由台前幕後幾百人參與而成嘅，除咗主角之外，周邊嘅餐廳侍應、隔離鄰舍、姨媽姑姐都要揾人飾演㗎。最近由卓韻芝執導，鄭秀文同張家輝主演嘅新戲，就揾咗一個大家好熟悉，但係又未拍過戲嘅公眾人物客串，佢就係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啦。佢喺戲中飾演區議員，接受訪問嗰陣仲話好開心可以同 Sammy 家輝合作啊！兩位都係大明星嚟㗎嘛，家輝做戲演技就已經好廣泛認同，同埋我個女都好中意家輝同埋佢太太關詠荷。我嗰日最後一場見到家輝係好興奮嘅，咁啊希望遲啲首映禮，如果佢香港有機會去見下啲大明星啦。世事通常都係一不離二，唔知葉太有冇興趣繼續接戲咁呢？睇下做咩角色啦，因為第一我唔係專業嘅，你叫我做翻自己就冇問題。即係如果係做得太複雜或者時間太多，咁我未必應付到。會唔會你自己諗到有咩角色覺得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㗎？扮掃把頭咁咪最熟悉啦我即係我唔係專業演員，其實我茄喱啡嘅啫，我對白得幾句嘅咁嚇，即係當，而且我有好欣賞一位女導演咁年輕，可以掌握到拍成出戲，咁我好願意幫下手啦。學星爺話齋，茄喱啡都係演員，葉太除咗係一個媽媽、一個演員，以後自我介紹就可以加多一句，我係一個演員啦。